第6集，控制你自己嘅收入來源，唔好再將個遙控器交俾人啦。你嘅人生遙控器，依家邊個攞住咗？係你自己定係你嘅老闆咯？好多人以為每個月準時咁樣收糧就係穩定，但係其實你只係將生存嘅權利交咗俾人。今日我要講嘅係點樣可以攞翻你收入嘅主導權，唔使再睇人面色過生活。喺香港，我哋好中意講打份好工，但問題係當你只有一份人工嘅時候，你其實係處於一個極度危險嘅狀態。老闆中意你，你就有糧出；老闆唔中意你，又或者個市唔好，就要 cut 人。你嘅收入即時歸零，呢一種唔係穩定，呢一種係叫被動啦。富爸爸話：如果你唔去控制自己嘅收入來源，咁你就係會被控制收入來源嘅嗰個人所控制。你想做揸旗嗰個，定係做被擺佈嗰個呢？喺21世紀嘅生意，最值錢嘅地方唔係賺快錢，而係控制權。以前創業係要辭職，要搏命，但係依家呢個年代，我哋可以透過建立一份屬於你自己嘅網絡生意系統，亦唔會影響你嘅正職嘅情況下，慢慢係一條屬於自己嘅水喉。當你呢條水喉開始有水出啦，你對生活嘅底氣就會完全唔同。就算公司聽日倒閉，你都唔會驚，因為你手上裡面仲有一個遙控器，你係可以決定你自己嘅價值，攞翻個控制權啦。唔代表你即刻要做一個大老闆，而係由心態開始去做轉變。由今日開始，唔好再諗點樣去幫公司去慳錢，又或者表現得更好去求生存。依家要諗嘅係點樣去運用你自己空餘嘅時間，去建立一份離開咗你公司之後仍然生存嘅價值。呢一種就係控制收入來源嘅第一步。你要嘅唔係一份工，而係一個無論世界點樣變都好，都依然可以生存嘅一個系統。一部分掌握未來，我哋就講完啦。如果你都想攞翻你嘅人生遙控器，留言打我要控制權，等我見到你嘅決心啦。由下一集開始，我哋會入到去全書裏面去最精彩嘅第2個部分，一種模式8種資產。我哋會逐一拆解呢個21世紀嘅生意到底係咩玩法呢？點樣可以幫你建立8種唔同嘅財富資產呢？記得 follow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